李公公，屯王爷，恕奴才生命在身，不能给您请安了。太后老佛爷恩赐，淳王府呈赏啦。本府深受太后隆恩，报答尚且不已，何须再受御赐？太后老佛爷有旨，淳王府安居思危，深谋远虑，特赐金道拉子一把，金叉锁一挂，以待国难当头之时，锁门恭候，苟且偷安。淳王爷，领赏谢恩吧。臣载沣有罪。李公公，把老佛爷的赏赐给我看看吧。老佛亲，有道是，官官相护，如天网。可又怎知，官官相逼，更凶残。额娘，额娘，额娘，老佛爷，淳王府谢恩了，谢恩了。额娘，回去歇息吧。有锁就该有门，就该有门。他既然赏赐咱们锁，咱们就得抓紧装门。张文志，奴才在，请老夫人吩咐。给我备上轿子车，我要亲自到宅院去督造。额娘，这王爷，怎么样？找到工匠了吗？已然派了好多人去找了，木匠倒有，可一听说是给王府干活，掉头就走啊。也难怪，谁到咱们这儿干活，都怕把命搭上。老福晋吃饭了吗？怎么着？工匠找着了吗？这清河镇的3乡5里都传遍了，宁到边山府不进西二旗，进了西二旗做鬼也叫屈。是啊，真是废物你们！先吃饭去吧。哎，老福晋，今儿厨子做的全是您爱吃的菜。老福晋，您就吃点吧。
额娘，您吃点东西吧。要是找不到工匠，我就坐着等死。额娘，孩儿不孝，国事无力，家事无能。额娘，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只求额娘用善。额娘，老福晋，看在五爷的面子上，您就吃点吧。奴才请老福晋赏脸。张文志进府30年，深受老少王爷的大恩。王府安危就是奴才的生死，就请老福晋尽善尽察，保住府体均安。容奴才进城，明天要是请不来工匠，奴才愿意一条薄命报答王府大恩。老福晋珍重。君以天下为本，民以衣食为天。凭着自个儿肚子里那点气量就去掌管天下，不国破家亡才怪！大总管，咱们回家吧。这乱腾劲儿，上哪儿找帮工的去啊？我说越乱呐，就越应该找啊！天乱地乱，空肚子难办。你说这有饭吃，还怕找不着人干活吗？认识这个姑娘吗？啊，快去拦住这姑娘！哎，去！姑娘，啊，姑娘，请留步。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好，姑娘，请稍等。啊，姑娘，打扰了。前些天我们见着了姑娘的侠肝义胆，十分的佩服。行了行了，甭给我戴高帽子了。你们俩是谁？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实不瞒姑娘，我们有要事相求。有什么事请说吧。您看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，你赏个脸，找个地方慢慢谈谈。听你们俩的话音儿啊，你们两个人八成是老公吧？那好吧，我跟你们去，上哪儿啊？我料你们俩也不敢跟我玩坏。请，好请。走。